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啊。胡适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86%，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数涨1%，北证50指数涨1.08%。这个虽然涨了而且沪指已经重返3400点，但是金融消费者可以说却高兴不起来今天是2300只个股上涨，将近3000家下跌也就是说，虽然指数在涨，但是下跌的股票更多，而且成交量跟昨天差不多，两市只有将近1300亿不到，属于一种缩量上涨。为什么会出现指数涨，但是下跌的家数多呢？这个大家都清楚因为指数失真，今天涨得多的是所谓的大金融板块，也就是证券、保险、银行股涨幅居前，这些都是大块头尤其是下午保险、证券、大金融板块全线爆发，中国人保、红塔证券、锦龙股份都涨停。至于这个大金融板块为什么会爆发，这个谁也说不好因为咱们一直关注的银行股它的盈利能力、它的收入都是要打个问号，但是这不影响它涨。我在昨天节目说了这个银行股它一定要涨到韭菜跑去追，你韭菜只要不追，它就一直涨，涨到你韭菜追为止。你韭菜追，那正是它回调的时候，甚至掉头向下的时候。你散户越不追，它越涨。银行板块总市值已突破10万亿大关，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来支撑这个银行股这么大的市值。2025年5月13号，银行板块 A 股市值达到99746亿元，创出历史新高。其中，工商银行 A 股总市值19492亿元。农业银行 A 股总市值17973亿元，中国银行 A 股总市值11950亿元，这是分列前3位。今天早盘银行板块继续上冲，截至11点04分，银行板块 A 股总市值突破10万亿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就问金融消费者敢不敢追？不追就接着涨给你看，追那就是高位接盘了。对金融股来说这个走出了一波牛市，问题是金融消费者高兴不起来。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的叫半夏投资的这个叫李贝经常发表一些这个高论也就是语出惊人什么出了火场就不要返回火场了，什么现在是20年的大底等等今天这个李贝又有这个高论，这是新浪财经发的说李贝老师计划清仓银行股。今天李贝老师的小作文又火了，这次不是发在公众号上，而是产品月报。李贝将择机把银行股仓位降至0，火的原因也很简单，不是因为业绩炸裂，也不是因为看多 A 股，而是发表了新的暴论。李贝老师认为由于二手房价在经历了今年1季度短暂的企稳后，2季度重回下跌趋势这个李贝他说楼市2季度要重回下跌趋势，这个也是高论一般人不敢这么说如若维持这样的跌势，到今年年底全国二手房指数跌幅就会达到30%，因为按揭的首付平均水平为30%，房价跌30%，即意味着房奴持有的房产以实质性爆仓，存在较大的断供风险。那么与提供了贷款资金支持的银行而言，银行的坏账率会加速上行。这个李贝他也认为这个银行的坏账在上行，对吧？银行的这个息差肉眼可见的在缩小，坏账上升，连消费贷，对吧？现在都是个问题各大银行把自己的坏账都打包出售。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都说过了，就是银行反正你找不到什么利好消息说银行以后业绩会涨，那似乎都是利空，但是它越是利空，它越银行股要涨，你说找谁说理去？这个李贝他就认为银行业绩会承压。他说因此李贝老师接下来的交易计划是后续择机把银行的仓位降至0。他说他过去1年多时间一直持有超过10%的银行股，近期已经减仓大部分。没事现在还在买银行股的，反正是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结局一定是散户去接盘。这个就是博弈，就是拉锯战，就是看谁扛得住。如果散户不接盘，那银行股还要涨，银行股涨，其他的股票还要跌，就是惨，一直涨到金融消费者按耐不住寂寞。
末，一头扎进银行股。那个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这个有点那个叫坟头蹦迪呀。这个半夏投资的李贝啊，居然公开喊出清仓银行股。今天啊，还有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也非常有意思啊，是关于造假的。说到造假呀，其实大家这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啊，这个造假不一样啊，它是造假币，造假的人民币。这个我在央视新闻啊报道说，2023年9月，江西福州市啊，又是江西啊，这个咱们神奇的地方，一个是江西，一个是河南，新闻多啊，离奇的事情也多，对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我的印象里面，这个江西老上负面新闻嘛，对吧？什么高彩礼啊，什么提灯定损呐，什么大风把那个窗户给刮掉了，阳台都刮掉了，等等啊。那河南就不用说了，河南的那个新闻就更是这俩地方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啊，邪性的很。这个说啊，江西福州公安的经侦支队啊，他的民警接到多起那个群众的举报，说这个他们辖区内啊有人在使用假币，这个本身就很离奇。为什么呢？你想啊，咱们很多人这恐怕有4、5年、5、6年都没摸过人民币了。就我呀，我这大概7、8年吧，摸这个纸币恐怕也就2、3次，就没有场景啊。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啊，居然说这个福州啊，他们那个辖区里面有人使用假币，我这真币我都看不到，居然有人还能看到假，也很神奇啊。他说，经初步摸排，警方发现临川、东乡、金溪多个县区上千人受骗。那警方那就赶紧要破案了，对吧？他大量的摸排，警方很快就锁定了有多次使用假币的前科人员何某龙、徐某花夫妇。这警方办案子也挺简单啊，一说辖区里面出现了假币，那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前科的人，一般人搞不出假币啊，对吧？那高度怀疑的有前科的，结果一摸排就是他，二人很快落网。然后警方在其家中依法搜查，现场查扣假币15张，以及制作假币所使用的油墨、打印机等作案工具。此外，还发现了部分纸张以及大量小面额人民币，总数额达到了20多万元。警方透露啊，说这个夫妻双方进行伪装，通过买菜找零的方式使用假币，每天使用量大概300到3000元不等，基本上印多少花多少，不留存。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大家看视频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印制假币案的告破。今天，江西公安部门公布了一起印制假币案，有上千人受骗。我们一起来了解。2023年9月，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连续接到多起群众举报，称市区内有人在使用假币。报案人的身份呢，大部分都是附近农贸市场的商贩。1周之内呢，我们接到了5起类似的报案。警方发现，这些报案人所在的经营区域大多为乡村的集市，附近缺乏公共场所视频，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一定难度。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一个新的报案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报案人称，他在一家农贸市场时，有一名女性到这里来花了假币，附近正好有一个视频采集探头，记录了整个交易过程。首先，嫌疑人先用一张真币给老人家，然后老人家验了之后觉得没问题，那嫌疑人就谎称呢又有零钱，就把这个真币拿回来了。拿回之后他又觉得零钱不够，他就再把假币给老人，让老人找零。经过初步摸排，警方发现临川、东乡、金溪等多个县区上千人受骗。为全面摸清作案方式和假币的来源，经侦支队将该线索提级研判，并联合福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网安等多警种会商，与属地派出所实时开展落地核查。通过大量的摸排，警方很快锁定了有多次使用假币的前科人员何某龙、徐某花夫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二人很快落网，并在其家中找到了大量犯罪证据。这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后，警方立即对其家中进行依法搜查，现场查扣假币15张，以及制作假币所使用的油墨、打印机等作案工具。此外，还发现了部分纸张以及大量小面额人民币。我们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1元至50元各种面额的人民币，总数额达到了20多万元。随着何某龙夫妇的到案，更多印制假币并销售的细节浮出水面。嫌疑人首先会确定哪个农贸市场是赶集日，然后在清晨驱车赶往这个农贸市场。他们先行进行伪装，通过买菜找零的方式使用假币，每天的使用量呢，大概是在300到3000不等，基本上是印多少花多少，不留存假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0条之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这夫妻俩人对吧，特别喜欢这个印刷术啊，搞印刷是他的特长。因为你想，他能通过自己印刷呀，把那个钱搞得以假乱真，也不容易啊，这是个技术活啊。关键是给人感觉这俩人还不贪呢，他是印多少花多少，或者反过来说，他缺多少钱他印多少，没有说一天开足马力对吧？印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他一天就3000或者2000或者几百啊。这个报道说他啊。夫妻俩就专门找那种城乡结合部或者就农村那种集市啊，因为那个老头老太太比较多，他们现在还有这个用纸币的习惯，那么他就拿那个小额纸币啊，故意买点菜买点什么让你找。这个案子为什么能这么快破呢？首先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啊，这个恰恰反映当下经济不行了。大家想象一下啊，正因为经济不行，所以这些犯罪分子才铤而走险，他印假钞啊。咱们以前说过了，只要经济下行的时候，各种违法犯罪会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也会变差，这个大家都懂，因为很多人他没得吃没得喝，铤而走险。你看这俩人一天就印300、500的，1000的，多不超过3000，跑去市场上花，而且他不是一个市场，那周边几个县的那些农贸市场他都去，所以这个第一就说明经济不太好。第二个呢，你说他一天只能花出去300、500的，也说明经济不太好。这个案子能够这么快破，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经济特别好的话，这俩人不会在农村呢，对吧？在就紧着一个地方薅。这俩人他就在这个福州周边啊，你比如说临川啊、什么东乡啊、金溪这些县区啊，就是在那一块。人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净薅窝边草，结果薅秃了嘛，对吧？因为你就在那个区域里面，你1次2次可以，他是定期的吧，每天得搞个300、500跑去，受害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集中啊，浓度比较高。你看，就是集中在那一块。哎，有一个人报警的话，那警方可能认为这是偶发；那2个人报警呢，3个人报警呢，因为这玩意儿它会往上汇集。所以福州市公安局一看，哇，我们的辖区里面居然10几起报警了，那这肯定是有人在我们这搞事啊。如果说他全国各地到处跑，那这个案子很难破，他就一个地方搞一次，流窜作案呢，对吧？江西福州搞一次，跑到南昌搞一次，跑到什么然后往河南跑搞一次，你很难破案。那为什么不跑呢？因为他一次只能搞个300、500的，还不够路费啊。他要全国跑的话，那成本很高啊。所以你看啊，这经济不行，把这犯罪分子逼成什么样了？他只能在周边，但是你在周边搞多了，那很快就暴露，因为你把那个你兔子窝边的草都被你薅秃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移动支付啊，因为现在不管你有钱没钱，对吧？很多人就是农村的啊，他已经习惯了就是微信支付啊，扫码啊，或者支付宝这个扫码支付啊，转账这个已经啊深入人心。但是不排除有些农村地区有些老头老太太不会，还习惯用纸币，这种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犯罪分子没地方。所以我认为啊，这俩人呢，夫妻俩每天换个300、500，不是他心善，是他不想多换，不想多印，而是因为印了他发不掉，假币花都花不掉。你看这还没花多长时间就被摁住了。欺诈善事、弄虚作假、财物造假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和这个做假币的没什么区别啊。一个是发假币，对吧？一个只不过到市场发假的股票。有时候经济不太好，对吧？有时候这个现在支付习惯变了，所以你这个假币花不掉。但是我们的沪市可不一样啊，在大金融板块，在那个银行股的这个拉抬之下，指数在涨，指数一涨，接下来就要发新股了， IPO 就要加速了。这个加速的 IPO 里面有多少是滥竽充数啊？有多少是造假呀？新浪证券报道啊，首例蓝山科技财务造假民事诉讼案落追，华龙证券保代被判连带责任。媒体从业内获悉啊，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对长沙友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蓝山科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此前该案因首次将投资者赔偿范围扩展至保荐代表人个人而备受市场关注。也就是你这个保荐机构啊，你就券商的这个保代个人，你都得跟着后面赔钱。欺诈善事、财务造假，你券商有责任，券商的这个保荐人也有责任，负连带责任啊。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保荐机构华龙证券及2名签字保荐代表人需在40%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系我国首例保荐代表人向证券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这个案子就宣告了啊，你以后对吧，配合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欺诈善事，你得赔钱。
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最近啊，比较兴奋啊，很有可能他那个胡氏啊亏损缩小了，好歹回来了一些啊，所以他现在异常的活跃。最近胡锡进老师主要对2个事情比较兴奋，一个是中美贸易战，胡锡进老师认为啊，显然是中国胜了。不过啊，胡锡进老师很有可能啊，也看了网上很多人的分析之后啊，他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战，他这个兴奋呢，好像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他说啊，在高兴了1天多之后，老胡想说，美国回到与中国相互尊重、平等谈判的轨道上，双方对等下调了关税，并继续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多边的胜利。美国实现了止损，克服了不切实际的欲念，这也是美国民众的胜利。这个胡锡进老师这个说的还比较这个带有色眼镜啊。他说美国实现了止损。我在昨天啊以前节目一直说，如果关税战、贸易战这儿，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谁赢谁输这个层面，对吧？你已经落伍了。这玩意儿只要达成协议，那就是双赢。只要双方同意啊，把字一签，就是双赢。说谁赢谁输的，那只能说明你恐怕没有接触过商业，对吧？没有谈过客户，也没有拓展过市场，是那种本能的这种小农经济啊，小农思维，或者是叫俄罗斯式的思维，对吧？你跟这个大客户 A 每年跟他合作，能从他那赚1万块钱，你今年跟他合作啊，这个毛利率低了，本来对吧？你是20%的利润赚1万，你今年跟他签的协议啊，有时候他给你打压，他俩人扯皮，你毛利率只有8%了，但是啊，很有可能因为8%的毛利率，你今年赚了5万，你只说到底是你是输了还是赢了呢？对吧？如果你是个小农思维，你根本就算不清这个账，你就认为你输了。但是如果你是对吧？你要商业思维，你就是赢了，对吧？东西我卖多了，对不对？我整个利润也多，整个盈利又多了。那从那个 A 客户来说呢，人家也赢了，为什么呢？对吧？我这个对吧？我给你利润率低了，本来对吧？你每卖我一个东西能赚20块了，你现在只能赚8块了，对吧？那意味着我这边成本低了，我很开心啊，所以这叫双赢啊。如果说贸易战这个还是用哪边赢了哪边输了，这个说明已经落伍了啊。但是胡锡进老师还是在纠结的这个谁赢谁输这上面，因为他以前一直喊中国赢了，所以这回他虽然知道了道理啊，但是他一时还转不过来，对吧？还是用那种阶级斗争啊、国际斗争的这种眼光看这个贸易战。但是由于胡锡进老师啊，他在这个微博上他这种思想转变呢，他前面是中国赢2次双赢吗？到现在变成这个中国也赢了，美国人民也赢了，变成这种调调的时候，他很多粉丝就质疑他，说你怎么变了呢？你是不是这个投敌叛变了？胡锡进老师很冤呢，他说老胡之前的帖子都在那里，一条没删。一些人可能会说，老胡你怎么又变了？我想说，只要我们心中心向中国国家利益，心向中国人民利益，就会有一条清澈的主线，把我们所有的表现链接在一起，这当中的道义和逻辑始终如一。胡锡进老师他认为他自己是心向国家利益，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糊里糊涂的所谓的心向国家利益，就是什么好心办坏事，对吧？他不停的在里面推波助澜，添油加醋，在引导风向，在这个对吧，往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儿引导，实际上是干扰了这种贸易谈判，把一个正常的生意最后搞成一个用阶级斗争，对吧？用这种国际斗争的眼光去看商业博弈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他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这种经济领域这种博弈不应该用斗争的眼光去看。那么让胡锡进老师更兴奋的是哪一个呢？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兄弟俩打起来了，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说我击落了这个印度6架飞机，印度说我把巴基斯坦的飞机击落了，双方各种就是各执一词吧，好像谁说的都不能全信，都没有这个实锤都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直接证据拿出来，对吧？都是各说各话。你要说印度输了吧，你要把这印度飞机打下5架、6架，那印度穆迪可是搞了一个多少万人的这个庆祝游行呢？游行印度胜利了，好像穆迪是不是正在印度举行这个庆祝胜利的游行呢？你要说巴基斯坦飞机被印度打掉了，那巴基斯坦现在也好像它股市好像反弹了，所以你看就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的。但是胡锡进老师就跟国内很多网友一样，他就选择性相信8方的说法，所以像那个打了鸡血一样，什么歼10C 对吧，暴揍阵风，什么霹雳导弹对吧，一发入魂，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如果说对吧，胡锡进老师还有国内的这些爱好者啊，你选择巴基斯坦的说法那也可以啊，但是他就是巴基斯坦的说法，他也从中挑，就选择性相信。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他们选择性相信什么呢？相信是咱们的飞机啊，咱们这个导弹击落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对这个巴方所说的啊，这个用歼10C啊，还有这个霹雳导弹，还有什么导弹呢？摧毁了啊，这个印度那边的苏30呢，还有那个宇宙无敌的 S400啊，应该地表最强的防空武器啊 ，S400被摧毁。哎，这个胡锡进老师视而不见，看不见，他不聊，给人感觉好像是把俄爹的武器打下来了，那大不敬呢，为长者讳是不能聊。你看看啊，你看胡锡进老师还有这些国内的这些啊嗨的这些人，他们都闭口不谈巴方宣传的啊，用这个什么歼10C把俄系武器给摧毁，好像看不见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相信巴方说的，那对吧？那也一视同仁呢。老胡个人不相信印度军方击落了数架巴基斯坦战机的最新说法，我觉得世界情报界也不会相信。他在官方通报规律和心理学上都有太多疑度，他更像是被巴基斯坦用中国歼10C击落阵风等多架印度战机的通报逼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胡锡进老师他必须把阵风还有法国突出，只是巴基斯坦说的对吧？我把苏30还击落了，米格29击落了，他不这个不能提啊，要淡化。网上有个视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是那个巴基斯坦军方解释巴军出动这个战斗机啊，摧毁印度 S400行动。哎，他详细分析啊，怎么摧毁的。根据这个巴方啊军事人员说法，他说现在识别 S400并对其进行攻击，比在地面上识别它更容易，因为它是机动的，高度很高，而且价值也很高。你猜对了，它就像一个重心，所以在敌对行动发生之前，我们像往常一样一直在通过卫星图像进行跟踪，而且它晒出了地图啊，就像那个俄乌战争一样，在这个攻击之前，这个印度的那个部署了 S400那个基地啊，哎是什么样子的？被攻击之后，疑似 S400那个东西不见了，那发射筒啊，发射架，哎地上就留下了一片焦土。这个巴基斯坦人搞的那个视频啊，也挺像回事的啊，但依然是真假难辨。这个巴方说啊，正如你所见，我们已经精确定位了 S400，我们知道它停在哪里。他说这是奶酪版雷达，雷达的另一部分，整体的其他组成部分。至于滑轨，他说这些坐标是往回的。他在讲他的那个视频啊。总之最后啊，这个 S400被摧毁。我说了啊，巴方宣称的啊击落这个阵风战斗机苏30、米格29，以及啊摧毁这个 S400，这些都是巴方一面之词，就是真假难辨。但是为什么胡锡进老师他就会死死的抓着阵风战斗机掉下来呢？或者是胡锡进老师潜意识里面，俄爹的 S400、俄爹的苏30、米格29被击落啊，这不值一提。他们的武器本身就很垃圾，打掉他们不算本事，或者潜意识里就这么说的啊，就这个想法，这是对俄爹的大不敬呢。胡锡进老师啊，他非常兴奋啊，他说啊，中国的 DeepSeek 抄了美国 AI 巨头的后路，带出一片惊叫。中国的歼10C 击落了法国的阵风，颠覆了世人对实力对比的认知。但是胡锡进老师恐怕又解释不了了，这个特朗普跑到沙特去了。沙特是咱们好朋友啊，这大家知道吧？咱们一直撮合沙特跟伊朗之间，对吧？千年的恩怨化解，沙特也买了很多，对吧？咱们的武器啊，是吧？那个什么巡洋舰，对吧？导弹驱逐舰。但是这一次啊，这个沙特他居然对胡锡进老师说的啊，咱们的武器摧毁这个西方武器，视而不见。他居然跟美国啊买了1400亿美元的武器，这怎么解释呢？这不广告刚做完吗？这个沙特人傻了，你买美式武器到时候打不过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不怕那个霹雳空对空导弹吗？不怕歼10C吗？这按道理来说，对吧？咱们这广告刚做完，刚吹完，那接下来这个大单子，对不对？采购武器的那都是买咱们的，这不太好解释啊。还有一个啊，胡锡进老师说啊 ，DeepSeek 抄了美国 AI 巨头的后路，这人英伟达跑到沙特去了，要卖18000张还是18万张呢？这个 GPU 最先进的。另外啊，这个现在 DeepSeek 还有人提吗？不是，还有人在用 DeepSeek 吗？这个用 DeepSeek 都是什么人呢？好像好多人已经把 DeepSeek 忘了吧？就像那个 ChatGPT 啊出来之后一样的，引起一个高潮，后面就好像悄无声息。所以胡锡进老师说，这个 DeepSeek 抄了美国 AI 巨头的后路，带出一片惊叫，这个惊叫的持续时间太短了。所以还是希望啊，胡锡进老师啊，不要这么一惊一乍的，这样容易伤身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